处理流浪猫犬一直是社会头痛问题。议员安玉峰上午投递猫的红仔头造型，要来检讨目前政府所推动的 TNVR 政策。议员以婚林甲苗栗出现体重只有300克加510克的猫仔，因为体早绑起来，免疫力不足，佮野放电到死亡为例，要求乱局检讨绝育的时机，呼吁领导考量。他去做结扎的时候，医生要做那个，他怕感染，所以必须把他那个伤口附近的毛剃掉。那我们知道动物那个毛，它的体毛是唯一益哈，伊唔是像咱人啊，咱大人会当来读夹克，会当来读大衣啊。迄猫仔无法度啊，伊个无主人。哦，你若讲咱厝里的猫啊，咱会当去给买衫，买猫衫来好穿啊。但是它是流浪的，它在外面的小浪孩，它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安尼伊的生命就无法度得到保障。那等于是说，我们把它抓来结扎之后，提早结束它的生命。是较好啦，伊较袂衍生后壁一寡问题。当然，咱嘛讲看这猫仔伊的身体状况，到3个月时，像议员你讲的，一寡部分还袂法做完成的。若到身体较用的时，咱来做结扎，伫6个月前来做，这是较适当的嘿。6个月前做较适当的吼。为了降低流浪猫犬因为推行政策绝育的时机唔对，颠倒变成扑杀，议员积极为流浪猫犬的生路来请命，要求市场表态，伫尊重生命甲早期绝育如何选择。那因为毕竟我们指导的医生可能没有像国外的兽医师那样子有比较丰富的动物生理学或者是麻醉药理学，因为亲像咱人，咱若要开刀吼，甲咱开刀医生和麻醉医生袂使共人嘞，对，因为不同领域啊有不同的专业啊，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动保处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应该有一些人道的考量啊，好不好？绝育的手术之后能够妥善照顾，那这样子降低它的死亡率，就比较不会变成变相扑杀。尤其刚刚您提到了，不管是300克、500克。虽然是发生在其他的县市，这样子。医院那个是发生在台南呢，发生在永康呢。绝育完了之后就马上野放这样子坦白讲，我自己也心里很难过就是不要变成爱之失足以害之。对。议员除了关心动物保护，针对高雄大楼火灾所引发的重大伤亡，除了要求台南爱搬点地动危险的农具建筑，其中嘛因为6岛当中只有2岛设有都市更新处，议员嘛呼吁台南爱对的设立。台南新闻军籍刘品言采访报道。